来看台中市太平区一间牛肉面店，伫早起6点着火，火是烧甲真美哦。卸下一家伙仔5个人是掉伫2楼，虽然警消真紧就到现场，也毋过因为气筒啊拢封死，2岁查某孙甲1岁查甫孙个阿公互救出来时，就无喘气、无心跳咯。落尾哦，干那1岁查甫孙有互救倒来，着火原因爱个调查。透天厝起大火烧起，火烧甲真美，阁有这么大的火焰冲上天。不过传出祖孙啊3代有3大2小掉伫2楼的露台，消防人员赶紧救援。虽然消防人员按算为2楼救援，啊，不过无法度治到遐个人。1楼往那派人员搜救，总算甲掉伫内底民众陆续救出来。31日早起，这卡道这间伫台中太平牛肉面店熊熊大火，掉伫内底5个人，有2个细汉囡仔，1个大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迹象，虽然经入送医，50岁的阿公甲2岁查某囡仔也是救无倒来。火势在是在中后侧，那中后侧的部分，它火势的燃烧，因为它的可燃物的部分还蛮多的哈，所以它的火势还蛮大。那它火焰的部分有往2楼去做串烧，那串烧的话，因为浓烟会带到2楼的前舱的一个房间，哦，所以造成他们在逃生上会有一些困难。警消表示，着火点初步判断伫1楼，啊，不过因为透天厝囤真侪杂物，火炭甲真紧。当时困伫2楼，剩下一家伙仔叫警报器惊精神哩，嘛遵照救援人员的指示关门等待救援。啊，不过因为铁窗啊甲2楼拢封死，地势救援真困难。因为他们的阳台2楼阳台是完全是封死的，而且是用那种所谓实心的那个钢筋的那种铁窗那加上它2楼的那个整个广告看板把它封死所以我们同仁第一个也不容易发现它，第二个是它那个铁窗根本就第一时间很难破坏。火调人员嘛，倒来到现场采证，要查清楚火警发生的原因。这场火灾夺走祖孙的性命，还佫有3人伫病院急救。记者采访报道。